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主題是上帝創新詮釋佛演。宗教的演變受到文化、地理和歷史因素的影響。隨着時間的推移，不同的宗教實踐建立在不同的社會實踐和信仰之上。在不同的文化和語言中，神和宗教的概念各不相同。歷史上不同民族的不同使用過程塑造了神和宗教的概念。佛教起源於印度，是為了對抗公元前幾百年吠陀時代盛行的動物祭祀。佛陀逝世後，佛教內部出現了衝突，導致了小乘、大乘和金剛乘等教派的出現。這些教派被稱為乘，具有不同的哲學觀、實踐和教義，儘管他們都專注於一個共同的目標——覺悟。這些宗教分歧是如何產生的？當然是在不同團體的佛教核心理念範圍內，當時領導寺院的某些強人的不同解釋和看法造成的。儘管存在這些差異，但真理的本質在每種宗教中都是唯一和普遍的。就像佛教一樣，即使是其他宗教作為主要宗教的分支，也同樣存在類似的分歧。例如，伊斯蘭教中的遜尼派和什葉派，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印度教中的塞翁派和費舍那翁派。所有這些分化都相當於一棵樹上的樹枝，就像一棵樹上的相同樹枝相互爭吵一樣。這種分裂經常導致同一宗教內部和與其他宗教之間的爭鬥。但是，真理的基本特徵或特點始終是唯一的。無論何時何地，不僅在我們的地球母親上，而且在所有星系中，真理都是唯一的，因為所有宗教都一致相信，只有一個上帝統治着整個宇宙。讓我們回顧一句至理名言：真理就是上帝。真理的概念被強調為恆久不變，不受個人解釋或文化背景的影響。真理等同於上帝的存在。宗教領袖之間的權力鬥爭蔓延到了各個王國，導致了政治衝突。這些鬥爭給許多宗教信徒的思想進程火上澆油，他們最終採取了教條主義的觀點。在這種教條主義宗教的基礎上，又出現了各種文化和過度的習俗，以宣揚自己的至高無上，並保持自己的身份。在這樣的背景下，儘管當代世界正經歷着科技革命，但每個人的自省已成為這個千年時代的需要。現在，讓我們理智地認知一下上帝是如何出現的。上帝是發明詮釋佛演。首先，上帝是發明的產物。早在20萬年前，生活在深山老林裡的原始人，就生活在恐懼和不安之中。他一定親眼目睹了他的同胞是如何無助地死於野獸的魔爪和森林的野火。他一定在不斷掙扎，試圖從突發事件中拯救自己和同伴。有時，他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逃退；有時，他一定是幸運地逃退了。在這裡，某些天賜的逃生機會一定讓他想到了大自然中某種無形的力量。慢慢地，
他一定試圖借助這種所謂的無形力量來解決一些困難，或者我們今天所說的上帝。其實，從原始時代到今天，不安全感和恐懼都是最常見的情況。這種不安全感和恐懼不僅與人類有關，也與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有關。人類從原始階段進化到今天所謂的文化和文明世界，經過幾個世紀的緩慢進化，最古老的上帝思想作為尋求精神慰藉的必要創新，也經歷了發現的進化。無處不在的神，唯一的神，神，全能的神，等等。所有宗教的所有信仰的總和實質都是，上帝主要是由個人大腦構想出來的。這種思想基本上來自於每個人的家庭，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定製。讓我們在即將舉行的第3次會議上討論這些思想在不同地區、文化、習俗和國家是如何經歷不同演變的。謝謝你的 Murthy CSR。